今集同大家睇下呢一隻既時尚又豪華嘅地通拿116515。1963年誕生嘅勞力士地通拿，多年嚟雖然經歷過數代嘅改款，機芯從手動改為自動上面，但係佢嘅外形同埋內裝嘅性能都備受肯定。勞力士喺2008年首度推出玫瑰金地通拿，錶殼、計時按鈕、指針等等嘅細節都採用咗 18K 永恆玫瑰金製造。去到2011年後推出嘅玫瑰金錶款，改用咗黑色 Sericon 陶瓷錶圈，錶圈上嘅測速計以 PVD 鍍上玫瑰金，質感更顯高貴。你而家見到呢一款地通拿116515，朱古力色面盤配搭玫瑰金錶殼，結合出一種優雅嘅整體感。最大嘅特色係呢一隻116515採用咗地通拿少見嘅阿拉伯數字作為時錶，勞力士將 K 金材質嘅數字時錶鍍上咗黑色，同陶瓷錶圈互相呼應。面盤上面保留咗3個小計時錶圈，369點鐘位置，分別係30分鐘計時盤、小秒針盤同埋12小時計時盤。中間嘅計時秒針同樣係以玫瑰金材質造成，秒針尖端三角形嘅標誌同錶圈上測速刻度下導入三角形嘅指標對應，鍍上咗鉑金嘅刻度，令佩戴者清晰咁樣讀取時間。錶徑40毫米嘅116515配搭咗4130機芯，機芯裝置咗導儲輪，具有72小時動力儲備。呢款用上咗皮革錶帶嘅地通拿116515，優雅嘅帶扣佩戴起上嚟非常舒適。呢一款配有阿拉伯數字同埋用上咗皮革錶帶嘅地通拿116515已經係停產嘅版本，現時喺市場上非常搶手。